屏东林路有一座生态农场，10多年来唔使约嘅维持清澈嘅水域环境，多多嘅打造生态教育园区，富有富养村，为台人设置体验无污染嘅农村环境。附近人唔中享，也多年来还调整做法，对生活的角度来做，但亦被许多体验活动，像以用湿立地的养殖植物来做菜色混拌，做野菜料理也得。上一部民众感受到人同大自然之间分唔开嘅关系。对，花都可以采，开花的不这是香兰草，就是你们在印尼的食物里面、料理里面会放的一种东西。在地沿河喺农场护好，认识各种好食食材植物，坚强嘅香兰草，本身人嘅健康系香纳。就是我们的蝶豆花可以让你们采，对，有花的都可以采，开花的。蓝紫色嘅跳跳花，有丰富嘅花长树，系也按冬年来为属人欢迎嘅天然养殖植物。屏东田路也喺长期推广生态保育观念嘅生态农场，因而期盼同属来做菜色丰富嘅发土，想喺该多做也可演员带新人嚟去参加。来到这个园区，我觉得很好。那先让我们认识一下环境，然后就接触大自然，看到好多的蝴蝶，然后认识各种不同的植物，然后也让我们可以去把它采取下来，然后做成我们的荤桂的这样子的一个食材。我觉得真的是好棒。现在很少人会用植物去做，大部分用色素去做比较多，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就是黄栀子，你们在中药店的地方就可以买到了。农场嘅员工该详细嘅提介绍嘅安用嚟做风柜，然后就是慢慢的放下去，要一直搅拌哦。这个啊要炒到全部都是透明的哦。然后分配用香兰叶、黄芪叶、跳跳花、纯天然腌制来做风柜。各组嘅他家3万嘅件囤货嘅杜康，还无成片嘅风柜，见胶见贴，味道其实太好。系啊，佢用啲咯，平常在吃的就冇感觉到。系啊，叫伊去做，去做这香兰草的味道诶，佮做做你的安尼呛呛，跟那种翡翠。虽然它的材料什么的都很简单，可是问题是它是全然是要手工的，所以整个过程其实光搅拌那个荤桂啊，其实就花很大的时间。青色、吊彩色、黄色、咖啡色，也是种色的风柜总算做好诶。然后是等自家做出嚟小数生品，调鲜亮度空间。因为更加嗰度使用色素嘛，各种人哋去用一条东西来做，系咩甲佢健康。所以我哋就开始用有色的东西，可是每季都有无同样的东西，所以就来做分摆。其实说穿了嘛，无嘛个呢，要头摆是很一般性的东西啊。好，你只是讲利用安尼点来点醒他讲，其实安尼同自然系无办法脱离的。提下家嘅成长，打造出生态环境，好本台小朋友来体验无污染嘅田中下生活。按当然以韩国调整推广嘅方式，可以对生活好来做，上海一般台中韩国行嘅样。头摆路太理想了，建做生态，结果人看唔成。所以我们后来觉得，要切入去讲生态，或者是让人家改变一些心态的方式，最后都从生活面着手。因为植物同人的生活有乜嘅关系？如用叶的植物来办一些活动，不一定，跟生活息息相关。唔总见建设农场杜康嘅野菜，罕见少嘅。然后要学名很多赤道樱草，马云讲日本欧迪啊，马云讲健康菜，安尼菜吼，睇起就连我起来我送，马过后种。
农场就会推出野菜料理的法通，希望人行大帮起早嘅做来时，韩国认识野菜，并认识凤阳村古神的蔬菜。我哋啊，明年差唔多3日嚟到4日，鳳陽村可以到。哎呀，如果到埋喺度也上野菜嘅地方，後來慢慢發現吼，鳳陽村唔係講保護方來伊都有，如果我哋種啊，218有農耕行為，1年多3個好，加個多，我覺得也相當好，係我哋尋到兩個平衡點。吳宗憲推廣生態保育概念，一直做到近有17年研究嘅，一種係淘汰一條路好，還係尋到適當嘅商業方式來運作。我覺得這個是困難的，因為我哋做19年，還活着，但是也不是生活是沒有問題，但是你說要創造一個什麼比較大的經濟體，是很困難的。還係見從事生態農場導向嘅軟硬體，整體企業教室就會用綠色生活嘅概念，用舊嘅材料做得重複利用嘅東西，以見來見到視野，以認為作為生活生產生態行為，並應該加入什麼樣嘅課題，去探究森林同大自然嘅結合。因為年紀漸長，會相對嚟講年紀難耐咯，啊還有趕快生成嘅。安尼生命教育可以做，我想有部分可能會朝向講，比如講瑜伽也是啊，園藝治療也是啊，或是插花啊，或者是畫畫啊、茶道啊，這些都是就是偏比較內心深處的東西啊，去找尋比較內心深處跟大自然的一個結合部分。條蛤蟆做嘢無人感覺吳宗憲做為出某個蛤蟆也難怪，不時就有太太細細嘅殺嘅剛剛叉叉，長期是堅持獨獨嘅建築自然環境，能有幾明日嘅成績，每件案例有滿足嘅冇，佢講保育生態環境，合作未做唔少，永久就冇自己。